小儀，我哋會唔會再聽唔到你把聲㗎？唔係真嘅，我唔信啦！話說 DJ 阮小儀宣布離職，終於要離開做咗31年嘅商台，仲喺電台節目《早霸王》入面同大家講拜拜。小儀透露，其實離職原因係希望有更加多時間陪屋企同埋享受人生，更加表明自己有足夠積蓄嚟應付生活。咁最佳拍檔森美點睇？4個字，表示支持。嗱，簡單講返小儀嘅經歷先。原來啱啱入職電台嘅佢，最初係喺廣告部度做㗎。2年之後聲演周日搞笑節目廢話小說，跟住就開始咗 DJ 嘅生涯啦。同森美合作咗好多個爆紅節目，森美變態樂園啦，同埋早霸王等等。講到呢度呢，其實仲有好多把聲，相信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直頭係聽聲就知道你係邊個啊！依家就考下大家，估下佢哋係邊位。雖然你不斷想拉翻我哋同你哋講你小朋友唔讀書點算啊嗰個關係，我問翻你啊，而家小朋友唔讀書嗰個問題大啲啊，定係佢生活嘅問題大啲啊？係啦，係佢啦！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問佢，冇錯，呢個就係新香蕉俱樂部嘅阿 Ben。當年真係好中意聽佢哋鬧醒咁多位情場迷途小羔羊噶。好，逢星期一咧都有呢個環節嘅，就係估下究竟咧喺電話線上面嘅呢一位朋友係邊位呢？請問咁多位有冇興趣打上電台唱歌先？冇錯，佢就係啤梨葉文輝。佢覺得係咪有啲咩奇怪嘢令到佢突然間喺個意識上面唔應該轉去嗰度，轉咗去另一個地方？又要驚又要聽，其實我都唔知道係中意聽鬼故啊，定係想聽到佢把聲。鬼王潘少聰，我哋喺度即係討論緊啊，即係呢個世界點解有啲即係咁好明顯嘅嘢係錯嘅，都有人相信嘅咧？咁樣啊，唔使諗都唔使估，一定知道佢係邊個。佢就係森美大哥，咁多把聲都陪住我哋成長，但係壓軸落嚟呢把聲呢，更加值得大家懷念。各位觀眾多謝捧場，我要食豆沙包啊！隨意門，大雄做唔做功課？大雄你做唔做功課？呢把聲就係林保全先生，佢係一位配音員，喺屬於佢嘅年代聲演過好多重要角色㗎。就好似哆啦 A 夢以前叫叮當，仲有成語動畫廊入面嘅熊貓博士，紀曉嵐個死對頭和珅，火影入面嘅自來也，相信佢把聲已經活咗喺我哋香港人嘅腦入面。唔知大家又對邊把聲特別有感情呢？最後我想同小儀講返聲，保重啊！我會好掛住你㗎。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請多多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支持踢拉繼續營運。